Hello， 大家。作為一個精簡嘅長期主義者咧，有唔同嘅袋嘅，當然咧就要斷捨離啦。喺我去過唔少嘅易車店之後咧，我發覺咧真嘅價錢咧係公道好多噶，所以咧推薦俾大家。首先咧，如果你想高價出袋嘅話咧，就千祈唔好去啲易車店，佢哋嘅價錢咧實在太低啦。好似我呢一款嘅 Chanel 咧，先至俾咗25,000，但係咧John 咧就俾咗29,900蚊，咁樣相比之下咧，John 俾嘅咧就會好高啦，因為John 咧佢有一個特殊嘅競價模式，相當於咧幫我哋辦咗一場小型嘅拍賣會，會有嚟自全國各地嘅買家啦去搶住去競拍嘅，咁邊個出價高咧先至賣俾邊個。咁好似我呢一款 LV 咧，最後尾咧就賣咗9,200蚊，兩個袋咧一共到手咧就係39,000，瞓喺屋企咧就可以得到咗行情之上嘅價錢，咁現場咧亦都可以收到錢嘅，咁唔單止個價格高啦，效率咧亦都好高嘅，而且咧佢嘅服務咧亦都好唔錯噶，上門又快啦又方便，師傅咧都係好細緻嘅，對袋嘅成色啊同埋走線咧都睇得好認真嘅。專業方面咧就唔使擔心啦，除咗袋之外啦，仲有手錶啊、首飾啊、衫啊都可以一站式咁去回收嘅，唔使來回跑 offline， 好慳時間。咁你定期去做翻啲斷捨離咧，就可以令到生活更加簡單。大家有閒置嘅奢侈品要出嘅話咧，我真心好推薦 John， 高價又省心。